歡迎收睇東夫。接應雖然話本港樓價有所回落，但置業人士負擔沉重，仍然好難上車。冇錯啦，根據國際房屋負擔能力研究報告顯示啊，香港連續15年成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嘅城市。市民要成功置業，需要唔飲唔食14.4年至得。就算成功買樓做業主，都唔代表一勞永逸㗎。單位質素唔掂，隨時有手尾跟，要花大量時間精力去處理。有業主向東夫申訴，入伙2年嘅近1000萬元新盤單位出現浴室牆身瓷磚爆裂問題，1年內爆咗4次，令佢對單位質素徹底失望。點解師傅上門換新磚後，瓷磚仍然爆完再爆呢？東夫請嚟專家上單位睇過，嘗試揾出問題根源。至於業主變苦主，可以向邊個政府部門求助呢？事不宜遲，立即東夫。各界即應。東夫收到火炭一個私人屋苑業主嘅投訴，話自己用大概880萬買入一手樓花，住咗1年㗎咋，就發現沖涼房企缸嘅牆身有瓷磚爆裂，最嚴重嘅一次甚至有碎片飛出。我係2023年9月左右入嚟住嘅。但當時我使用嘅密度唔太高，平時咧使用洗手間嘅時候咧，真係冇注意到地磚下面嘅情況啦。咁但係到我一注意到嘅時候咧，已經係都幾明顯、幾大嘅裂痕咯。咁嗰時第一次我發現到嘅係2024年10月30號左右，咁我即時就揾負責嘅部門跟進啦。第一次嘅時候咧，其實師傅就會賴一塊磚啦，就覺得出廠嘅時候咧，佢哋覺得塊磚可能本身就唔靚仔。當時佢講乜我就信乜嘅，基本上我都好被動。咁佢哋講嘅，我亦都相信佢哋嘅專業啦。咁所以我都接受咗換磚。喺2個月之內，佢即刻再有裂縫，再爆過，拖到成2-3個月之後咧，先至會有人嚟理我。咁但係嗰陣時我嘅裂縫咧不斷咁擠壓，其實已經去到一個好嚴重嘅程度啦。一個比較資深嘅管工嗰陣時講嘅理由或者藉口咧，就係話可能係賴一啲同事啊、師傅啊手工唔到位，咁所以做得唔夠仔細。我冇諗過會有第3次情況，真係發夢都冇。當時係大概隔咗1個月度，1個月之內再爆，個時間真係好短。佢哋就揾咗執修部嘅總監過嚟親自喐手動手去做執修。咁呢一個大哥咧就話下面啲同事咧，佢哋可能每一個工序等唔到足夠嘅時間去做一個乾透，磚下面咧會產生一啲可能係擠壓啊或者爆破啊等等嘅情況啦。師傅佢就話今次佢親手落手做，咁而每個工序咧都會係相隔24小時，等佢有足夠嘅時間乾透啦。咁而呢個總監咧，佢親手做完啦，我仲特登等隔多1個星期先至再使用，前後2個星期到嘅時間，咁我先至夠膽使用個洗手間。過咗5個幾月，我發現第4次嘅爆破，我就對呢一個單位嘅質素咧係徹底失望。每次同我講都係最後一次，咁但係我都經歷緊第4次。整完爆，爆完整，到底點解斷唔到尾？專家就留意到黃女士屋企企缸嘅地台係用玻璃膠封邊，即使距離上一次使用已經超過12個鐘，周圍都係乾爽冇水嘅狀態，但玻璃膠嘅濕度都超過90%。再做埋熱力測試，結果會係點呢？就係開一個熱嘅花灑喉啦，就用40幾度嘅水咧肥個牆身肥10零分鐘啦。咁之後咧就睇到咧，原來係瓷磚嘅掃口粉咧，同埋牆身嘅膠邊咧，4邊啊其實咧都係有滲水嘅情況。掃口粉咧係做唔到阻水嘅效果出現嘅，變咗咧我哋熄咗花灑啦，跟住隔咗2分鐘咧，再即刻用個紅外線機睇咧，就會見到掃口粉咧都仍然係40幾度，側邊個牆身嘅擠膠咧都係。正常咧係應該係會即刻同牆身一樣一齊乾一齊凍嘅，但係佢就 trap 住咗啲熱力喺啲掃口粉磚中間，咁即係話咧水分其實係入掃口粉，亦都有機會咧咁樣係入埋去磚底嘅。咁長時間有水入磚底咧，咁就容易令到磚空心啦，會甩出嚟啦，甚至咧如果磚質量唔好咧，都有機會咧出現而家爆磚嘅情況嘅。沖完涼嘅熱水咧，好多時都會肥翻濕呢度嘅，咁所以咧特別呢塊磚咧受影響嘅情況咧會特別嚴重啦。嗱，理想咧就換過塊新磚啦，跟住用翻
適當嘅掃口品、防水嘅物料去掃翻晒四邊，就唔好擠膠啦。正常瓷磚碰瓷磚咧，不論係一個角位啦、明角啦，或者陰角啦，或者係平位咧，就全部落掃口粉嘅。因為掃口粉咧，就的確佢係比較牢固啲，唔會好似呢個單位咁樣咧，四邊角啦同埋地下咧就全部都係擠膠嘅。擠膠真係其實因為膠都好容易因為熱脹冷縮影響咧而容易脫落噶嘛。黃女士就擔心唔防水嘅掃口粉長遠會令到成個浴室牆身有滲水嘅問題。佢都喺屋苑群組度睇到有其他業主有類似企缸爆磚嘅情況。絕對係覺得今次我買樓花非常之服，好辛苦去打工儲錢，然後上車，然後你亦都係即係覺得新樓佢冇咁多嘢爛，你去買個樓花，然後我就好似一個白老鼠咁不斷去試佢哋嘅裝修，試佢哋嘅用料，試佢哋嘅設計咁樣。23000蚊嘅尺價，甚至乎更加貴嘅單位，一樣會面對住掃口粉佢唔防水呢一個隱患。呢個係發展商應有嘅質素咩？就算今次佢再幫我做一個維修，難保將來會繼續惡化嘅問題。咁到時小業主可以揾邊一個去處理啊？咁仲要係個發展商佢哋會離場，會賣晒啲盤。咁我其實係好沮喪、好崩潰嘅。我有多次試話想同佢哋溝通，坦白講佢哋都冇正面回應我。大家要去揀發展商嘅時候咧，要小心，尤其係去買一手樓花，要考慮埋發展商嘅背景啦、經驗啦，亦都要睇埋咧，其實佢哋過往嘅售後服務嘅態度。關於一手樓花嗰啲質量咧，其實嗰個監管機構咧係有嘅。就係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我哋簡稱叫做銷監局。呢個監管局咧就係處理埋相關嘅投訴嘅。嗱，另外亦都有一條法例咧，就叫做《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香港法例第621章嘅。佢咧就係規管住一手住宅物業銷售嘅主要嘅法例嚟嘅。今次嘅事件咧，如果佢真係處理得唔理想咧，其實業主咧就可以直接向呢個銷監局咧作出一個投訴。其實有冇過咗執收期咧，只係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嘅啫。嗱，最重要咧就係究竟幾時發現呢啲爆裂嘅情況，同埋咧執收咧幾時開始整啊？又或者睇埋個成效嘅。嗱，睇翻今次個個案咧，嗰啲瓷磚咧出現咗裂縫啦，整完又爆，爆完又整，嗱已經來來去去咧已經4次咁多噶啦。整極都未整好，咁問題當然咧就唔喺業主身上啦，而係應該喺發展商或者承建商身上嘅，可能佢哋手工唔好啊，或者設計有問題啦。所以我提議咧，個業主應該咧就保留佢同發展商或者承辦商嗰啲溝通嘅記錄，例如好似電郵啊、信件啊，再保留翻一啲執收嗰啲相片啊或者錄像嘅記錄。呢啲咁嘅資料咧，日後咧就可以向有關嘅人士咧進行一個索償嘅。東夫就住業主嘅投訴向有關發展商查詢，獲得回應話已經向業主提出安排獨立第三方合資格人士為單位進行評估，相信咁樣做有助於釐清問題嘅根源，並為業主提供到長遠而有效嘅解決方法，都會繼續同業主保持聯繫。廣告返嚟再同大家東夫接應。去咗日本咁耐，捨得翻嚟啦咩？等等，我帶咗當地嘅味道俾你啊！只要有日本製造 Panasonic 金蛋飯煲，隨時都可以回味旅行嘅味道。IH 磁應導熱，配合黃金桃鑽口鍋，每粒米都均勻受熱，煮出嚟嘅飯真係又香又軟熟噶。Panasonic 金蛋飯煲，飯飯都咁出色。Panasonic。東夫即認，無論買新樓或者買二手樓，都要打醒12分精神。至於出街食嘢，都要保持精神集中，否則好易出事，淪為笑柄。好似以下呢位食客去連鎖快餐店點餐，一時精神唔集中，買板燒雞腿包，原本係打算走醬嘅，點知撳錯咗變咗走雞，只係剩翻個包醬同生菜啊！類似情況都有唔少，有網民自爆蝦碌事件，話去旅行叫外賣睇唔明法文，所以走晒所有嘢，10歐元買咗2塊包。落單時唔小心撳錯掣，食雞包變齋包，最多俾人笑下啫，食到生雞肉就激氣啦。
網民喺社交平台出 post， 指幫襯長沙灣一間快餐店，竟然食到一嚿生雞胸，雞肉表面熟咗，但裡面係粉紅色生肉。食客要求店方退錢時，該店經理態度勁差，一句對唔住都冇，淨係叫佢自己行去櫃台退錢。最後食客將事件上報食環署。有網民講笑話雞肉刺身嚟㗎，亦有人話餐廳係想證明唔係預製菜，不過變成唔製菜。提大家啦，生雞肉可能含有有害細菌，若果未充分煮熟，食用後可能導致食物中毒，真係唔講得笑㗎。好啦，今集東夫即應時間差唔多，大家有咩申訴記得致電我哋爆料熱線36003600，等我哋第一時間同大家東夫即應，拜拜。拜拜。